分尸占有的工具我不敢肯定，但冯卫星的生活一直过得不够宽裕，100万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猜啊，这笔钱他应该不会动。可是他家你都已经去过了，连你都没找到，我已经想不到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了。与其咱们想破头去找，不如让他放心大胆的自己把这个钱给花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乐乐是冯卫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动力。现在孩子的病情复发，如果这笔钱还在的话，冯卫星他一定会有想法。我来做冯卫星的替罪羊，把我是内鬼以及杀害战宇的事儿昭告天下。可是这不合规矩啊！照我说呀，直接给他抓了。凭咱俩的审问经验，还怕他不坦白吗？不行，你这么做的话，一定会打草惊蛇。冯卫星可不是一般的罪犯，他死不承认不说，把我们最后一条路都给堵了。我们俩可是警察，警察是不能散布虚假信息的。那咱们就退一步，不用昭告天下，只要骗过冯卫星就可以了，让他安心的动这笔钱。只要纪晓鸥知道了，冯卫星自然就知道了，既不愿把消息扩散出去，也不会显得太刻意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要不要把事情告诉纪晓鸥？以他和冯卫星的关系，还是先不要告诉了，以防万一。哎，只能为救我媳妇儿了呗。行吧，那就试试这个方法。但丑话我说在前面啊，如果没成功，我立马抓人。好，那就先送严女去看守所，李军那边我去汇报。行。哎，我没想到啊，咱们3个有朝一日都能结盟。稍微轻点。哎，小欧啊，怎么那个？去哪儿啊你？我去找赵廷辉。还是为严谨的事儿啊？你爸你妈现在可担心你了，你看，特意让我来看你。听大哥的话，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家待着啊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问赵廷辉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儿的。那我送你吧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严谨是不是被你抓了？是啊，他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他说什么了？有没有找什么线索？你应该清楚我们警队的规矩吧？要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先回去吧。等等，我不管你心里有多么认定严谨就是凶手，但你能不能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可能性？如果你查了，还是没有其他人选，我认了。但我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
季小傲，战宇就是严谨杀的，我有充足的证据，我不用再怀疑别人了。而且严谨的好兄弟孙家玉也是他杀的，这就是事实，你必须要面对。不可能，严谨已经跟陈大哥解释过了，是谁告诉你他杀了儿子？是我。陈大哥，严谨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，他是不可能杀儿子的。有证人亲眼看见严谨开枪打死了儿子，而且战余案的多项证据也都指向了他，证据确凿不会有错。小欧，严谨一直都在撒谎，咱们就不要再相信他了。不可能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严谨不是那样的人。季小欧，你要真想帮严谨，就回去给他请好点的律师。你上次帮他逃跑的事儿，等我找到了证据，我也会依法追究你的责任。送他回去。小欧，赶紧回去吧啊！南成，这些新发现的证物都化验完了，你拿去回档吧。小欧，咱们走吧。战宇就是严谨杀的，而且严谨的好兄弟孙家玉也是他杀的，这就是事实，你必须要面对。严谨一直都在撒谎，咱们就不要再相信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小欧，我来修吧。怎么能怪你呢，冯大哥？是那个摩托车横冲直撞，要赔也他赔。算了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找个地儿修吧。凭什么算了呀？这是地下停车库，又不是赛车场，他凭什么那么嚣张？我现在就去物管。哎，算了，你去物管也没用，你现在情绪不好，哪儿也别去啊。再说了，因为这点事儿找物管也不值得呀。我去物管调监控，必须把这个人找出来。这儿没监控，你去了也没用。走吧，回吧。小欧，走吧，回吧，啊。
小欧啊，我把那只鸡给你炖上了，小火煲2个小时，然后关火，晚上睡觉前把汤喝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你没事吧？看你脸色不太好。啊，没，我就是有点胃痛。你看，这就是不好好吃饭的后果。有药吗？有。冯大哥，你赶紧回去看乐乐吧。真没事儿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严谨的事儿，别想那么多，啊。嗯。冯大哥。啊。你真的相信你杀了人吗？这我不知道，希望不是。这段时间不用管我了，多照顾照顾你啊，他更需要你。啊。我回来啦，冯。没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上厕所背包干嘛呀？啊，我是刚进家，着急上厕所，来不及了。你出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啊，走。你好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先坐。怎么了？慢点儿。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，卖了50几万，应该够给乐乐交医药费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那房子不能卖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？现在是房子重要还是乐乐的命重要？再说了，
这是我的房，我想卖就卖。你呀，你这么做，你让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。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太要面子。明天早上去医院把这钱交了，让乐乐赶紧安排做上手术。乐乐好了，咱们才能好。陈医生，手术费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可以手术了。手术方案呢已经定了，但是这2天，乐乐开始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，这可不是好信号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我这还有病人，你先去办手续吧。陈大夫怎么？先这样。乐乐，别怕啊，爸爸就在外边，乐乐是最棒的。家属请留步。乐乐，加油！怎么样？乐乐的手术费已经交齐了，但用的不是2号赃款，没用赃款，那冯卫星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刷的方尼亚的卡。我带人查了一下，他把自己的小公寓给卖了。我建议啊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直接抓人。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冯卫星和战元有关，你先不要出面了，这事儿交给我。陈大夫怎么样？干细胞的移植很顺利，但是接下来在移植舱的2周可都是危险期。如果2周后，注入的干血细胞开始生长，并能制造正常血液，那病情就算是稳定下来了。陈大夫，太谢谢您了，太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
冯卫星，我们怀疑你跟2013年1020年贩毒案中卧底警察孙家玉被害一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详细情况回队里再说吧。我可以让你跟儿子再说2句话，请你抓紧时间。乐乐，爸爸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要听护士的，一定要吃饭。谁呀？是周警官，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，现在怀疑冯卫星与卧底警察孙家玉的被害案有关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吧？冯卫星人已经被带回队里接受调查了，你们就等结果吧。现在依法对他家进行搜查。这是搜查证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都查过了，没有发现2号赃款，也没有带黄色油漆的黑色运动鞋。谢谢你们的配合。千万别激动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啊！之前老冯说，是严谨杀了那个卧底警察，为什么还会牵连上老冯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欧，你不是跟那个仇人面很熟吗？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询问期间，打电话他也不会接的。你先沉住气，等等看，万一只是场误会呢？这简直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一天安生日子。你先听我的，别着急。乐乐还在医院，老冯也不在，我们刚好照顾好他。我答应你，晚点一定联系陈大哥，好吗？
要不咱们先回屋休息会儿，等身体舒服了再出去。走，去医院。什么内鬼？我真的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。我们抓了邓坤的老婆刘英，他说邓坤当年在晋奴支队安插了内线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没见过。他叫梁丽，目前正在服刑中。他曾是一家地下赌场的负责人，而这家赌场的幕后老板正是当年邓坤贩毒集团的第4号人物李志军。这家赌场曾经进行过多次毒品交易，你确定你没有见过他吗？我确定我没见过他。可他说他见过你啊。他说你当年以老 A 的身份，在他的赌场利滚利欠下巨债，差点被赌场经理砍了双手。巧的是，刘英也说那个内鬼叫老 A。这种人的话你们也信？口说无凭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啊，凭什么说他没有认错人呢？你欠的钱是邓坤帮你还的吧？前提条件是要做他的内线，替他在禁毒支队打听情报。你们越说越离谱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当时除了工作，我就是照顾家、照顾生病的孩子。我没有去赌博过，也没欠过谁的钱。老冯，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。作为兄弟，我希望你能够如实交代，邓坤给你的那笔2号赃款，你到底是藏哪儿了？兄弟，程副支队长，你的话从头到尾我都不明白，你有什么证据你来怀疑我？我儿子在医院刚做了手术，在等着我过去照顾。拜托，没有什么证据，请让我走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我知道你很担心乐乐，为了让你跟乐乐见上一面，我们也是等到今天早上才抓的你，已经是很体谅你了。我也希望你还记得你曾经是一名警察，好好把握这次坦白从宽的机会，或许以后你们还有父子团聚的可能。方阿姨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爸爸有点事儿，忙完就回来。乐乐饿不饿呀？阿姨给你熬了粥，要不要让护士姐姐喂你喝一口？你让我说多少次？我不是内鬼，我也没有开枪打死孙家玉。小美人水产公司的门卫你见过吧？门卫？嗯。啊，有一次我陪纪晓鸥去找小美人理论的时候，我见过那个门卫一次。怎么了？他叫黄发祥，曾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。1020贩毒案他就在现场，他亲眼看见一名警察对孙佳玉开枪。没想到他还活着呢。黄发祥已经撂了。冯梅星，你还要做无谓的反抗吗？我要是你，我就赶紧老实交代。你们之前不是说目击证人看到是严谨开的枪，怎么现在又换成我了？这个目击证人到底有没有看清楚？要不然把他当面叫来对质。老黄指认那个开枪的警察用的是左手，咱们队里没有左撇子，只有你在行动前2天右肩受了伤。你就因为这个怀疑我？我之前是因为救纪晓鸥右肩受了伤，但依然可以右手持枪。再说了，如果当时我伤势严重的话，队里是不会同意我参加那次行动的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是我左手开枪，
那其他人都可以刻意模仿使用左手开枪啊。可是现场没有其他人在，老黄也躲在沟壑里，内鬼没有需要换手掩饰持枪习惯的必要。如果那个目击证人老黄看到的人就是我，那让那个老黄当面来指认我。您要是心里没鬼的话，为什么要对李雪隐瞒呢？你们动得真快啊，连李雪都见过了。想当年李雪抛下生病的孩子和我离婚，想必大家都知道吧？我那个前妻李雪满脑子想的都是钱。我之所以不告诉她，我就是怕她知道我救了纪晓鸥，她去找纪晓鸥纠缠。再说了，那时候队里随时有任务，我住在队里的宿舍，我们都没有见面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所以我就告诉她，我是在行动中受了伤。不管你怎么狡辩，老黄的口供依旧可以证明是一个左手持枪的警察开枪打死了孙佳玉，你的嫌疑依旧是最大。校长，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，我也理解你的调查方式。咱们现在且不论我是否右肩受伤不能持枪，咱就说那个老黄，我印象中那个老黄眼睛有点问题，你怎么可以确定他在现场看到有人是用左手开的枪？老黄的眼睛有问题。哎，姑娘，你们找谁啊？老哥，有火没有？哎，你先别，不是借个火，借个火。我这没火，你们找谁啊？你们干嘛来了？找你们老板谈个业务。哦，我不抽，那得登个记啊。成。啊，姓名？冯卫星。卫星。电话138。1383527。哎，等。看错位置了。我真的不想再解释什么了，麻烦你们去核查一下。如果没有什么事，请放我走，我儿子还在医院等着我呢。这位病人的确是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，而且这个病人从来没有过手术史，从外观上来看啊，基本上都正常。但是视力也会逐年退步的，先天性的。那他的现在视力状况怎么样？基本上算是弱视，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色觉异常。但好在他的病情发展的非常缓慢，对日常生活来说影响并不大。他远距离的视线会不会更差？理论上会，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需要做出更详细的检查才能得出结果。以他现在的情况，想要看50米以外，而且又是在雨天，恐怕很有难度。黄发祥，道，你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真觉得自己看清了吗？我承认，我的眼睛确实是有毛病，可确实是有人在我面前开了枪啊！那我问你啊，你确定开枪的人用的是左手吗？应该是。应该啊！之前你那么确定，怎么又承认应该？在我印象当中，他确实是用左手开的枪。
兴许当时我太紧张了，是看错了。哎，可是确实是一个警察开的枪，这一点不会错。你就在这儿待着吧。啊，陈警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没撒谎，我没杀人，我开枪的时候，邓坤已经是半死不活了，我真的没撒谎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。程瑞敏回复你没有？电话没打通。我不信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，警察要是调查清楚了，自然会通知你的。那照你这意思，老冯出不来了。你别胡思乱想，说不定明天老冯就回来了。先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没胃口。我先送你回去休息，今晚我来收乐乐。都是我的责任。算了，我就知道，想要抓住他，没那么容易。虽然老黄的指认不成立，但冯卫星赌博和隐瞒伤情是存在的。他就是那个内鬼。你一直不说话，你该不会又怀疑我吧？会有那么分裂吗？我在想，接下来该拿冯卫星怎么办？1020这个案子过去的时间太久了，除了那100万的良好赃款，能找到的线索几乎没有。我看还是得从战远案下手才行。110报警电话的声音对比结果也出来了，报案人使用了变声器，现场声音也很嘈杂，不能确定那就是冯卫星，所以我们只能放人。有什么事儿你长话短说，我里边还有事儿呢。前2天你们还信誓旦旦地说是严谨杀了孙佳玉，昨天老冯就被带走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啊，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信息。陈瑞敏亲自去抓的人，难道他手里真的有冯卫星杀人的证据？小欧，关于这个案子你不要去想，更不要插手去管。你到底在回避什么？你猜错了。不是冯卫星，他有跨年夜案发当时的不在场证明，其余的无可奉告。你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！
我就知道你没事儿。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吧？他们没怎么着你吧？就是问了点问题，你可别多想啊。你饿了吧？来来来，坐这儿，我去给你弄点吃。没事，我已经吃了，他们给我准备饭了。你吃了吗？哎呀，你现在是个孕妇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得，我去给你做去。你别做了，我先不吃。怎么能不吃呢？老冯，啊，过来。怎么了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这是队里5、6年前的案子，我参与了，让我协助调查。那调查就调查，搜咱们家干嘛呀？不行，我得去告他们。好了，这不是误会吗？啊，谁也不犯点错。算了算了。什么就算了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进去，不知道的人以为你真犯什么事儿了呢。作为参与者，我有义务配合调查啊！得人处且饶人，等着给你做饭。吓死我了，害得我一晚上没睡着。你怕什么？难不成你真以为我杀人了？不是，我是怕他们冤枉你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、乐乐，还有这肚子里的孩子，可怎么办呀？好了好了，这不没事吗？啊，坐，慢点啊。哎，你呀，有件事想对你说。最近确实发生太多的事儿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向你求婚了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粗人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。要不这样，我陪你去金店，你喜欢哪款咱就买哪款。其实啊，严谨这事儿倒是提醒了我，人生无常，喜欢做什么就抓紧时间去做，一定要珍惜眼前。你呀，咱挑个好日子，把证儿领了吧。喂，老冯回家了，他没事儿。那就好。小欧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严谨，但你压力不要太大。我们先等着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吧。没什么事，我挂了。这么快就领证了？这还快呀？我跟老冯不是早该领了吗？以前幻想过各种被求婚的画面，都是特别奢华、特别浪漫的。我以前还跟你说必须得有鸽子蛋，但是现在没有鲜花，也没有钻戒，我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。你呀，如
如果老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小欧来了。你们领证了，恭喜啊！谢谢啊。这段时间都在医院忙，要不然咱们大家可以聚聚。乐乐好些了吗？还好吧，刚吃的东西都吐了，看着心里真难受。慢点。你别太担心了，要不然你先去吃点东西。我吃不下呀。你呀，你回去吧，别在这儿待着了啊，别累坏了啊。小欧，麻烦您把尼亚送回去。那你今天就在家里睡吧，正好跟我走个伴儿。走了。慢点啊。谢谢啊，小欧。我洗完了，你去洗。哦，我等会儿再洗吧，你累了就先睡。又跟网友互骂呢？瞧你气那样儿。小欧，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你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啊。你说网上这么多人，你不可能一一都回应他们。再这么下去，你的精神会崩溃的。你今天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老冯不是我想的那种人？哎，我就随口一说，开玩笑的。不对，纪晓，你有事瞒着我。咱俩还是不是姐妹了？我就觉得你最近怪怪的，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真的想听我说？废话。好，我问你，去年跨年夜的当晚，冯卫星真的没有出去过？没有啊。你问这干嘛？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中间睡过一段时间。你睡着的时候，你确定冯卫星没有出过门？肯定没有。我记得当时也就睡了1个多小时，后来老冯把我叫醒，让我喝粥。时间你没有记错？应该没错吧？那天跨年夜，电视上都是跨年晚会，我记得没多久就开始倒计时跨年了。纪晓，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呀？如果老冯真有什么事儿，你觉得警察会放他出来吗？你当警察局是客栈啊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呀。你别弄了，我来。怎么了呀？药没了。什么药呀？维生素。放哪儿了？我给你拿。那边第2个抽屉。老冯最近总失眠吗？怎么会有安眠药啊？我没见他吃过呀，我都不知道家里有这种药。严谨成了嫌疑人，6年前的案子就被连根拔起了，就像有人设计好的一样。这个真相帝到底是谁啊？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，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？
一审之前的那次网购风波，几乎是要置严谨于死地。凶手跟你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能无罪释放。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，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。哎，冯大哥，你是什么时候去1/3工作的？也半年了吧？您有什么消息吗？严胜梅说，这官司胜算有多少？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？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？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你们就应该让警方去帮你们去查。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二子版泡面有这么好吃吗？你这个面啊，还是差了点意思。跟二子煮的两个东西，凑合吃吧。就多余给你煮。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能接受批评才是进步的开始。要说吧，二子啊就特别有创意，他会往泡面里挤点柠檬，再放点什么辣椒什么的，那味儿香的别提了。你这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？我们在武警特战队那会儿，第一次到境外执行任务，是野外，环境特别恶劣。那个地方哪是人吃饭的地方，这地方吃人还差不多。二子啊，看到我们有一堆零食和泡面，他就研究啊，就做出了这碗面，直接把我的水土不服给治好了。从此往后，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，必须得来碗这个泡面，一吃就冒好。你就说吧，这事怪不怪？我怎么听说，你们这流氓3人组在武警特战队的时候没省让领导头疼啊？抗命违规，那都是家常便饭了。我们仨那叫3剑客，只可惜3缺1了。你要是有兴趣，我欢迎你加入。等你真的洗脱罪名以后吧，万一哪天我把冯卫星逮捕归案了，又发现你才是真凶，那我那身警服可真的就脱了。赵廷辉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是一类人？骄傲自负，绝不服输。如果当年你也在禁毒支队，咱们4个人肯定能尿到一个壶里。但是你这个人啊，太闷了。季乔啊，他就不喜欢闷的。他嘴上越说你是臭流氓，心里就越喜欢你。你少在这儿跟我炫耀啊！你是真不怕我公报私仇是吗？你不会的，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对不起啊，哥们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说的，这话说的我心惊肉跳啊！因为我害了你，到现在还关在这儿。那要不然，你现在把我给放了？真凶没落网之前，我可没这个权利啊！只能委屈你一下了，在这儿再好好待一阵。还有小欧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客套话就不用说了。这个事儿啊，也不怪你，要怪只能怪那个凶手。凶手太狡猾，咱们太善良。说真的，你是我见过最牛的刑警。现在你跟老程联手，我在这儿啊，我一点都不急，我就踏踏实实的等你们的结果。听你说这些话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你就好好在这待着，外面的事儿交给我跟老程。你有没有时间去看看小欧？你真不怕我趁火打劫啊？
打劫的心，你肯定有，但季小欧绝对不会被你劫走，这一点我还是清楚。行，我回去看他了。那麻烦你帮我给他带救火。说吧，说吧。喂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还没睡吧？我给你买了点甜点，快到楼下了。嗯。这房子这么一布置，原来温馨多了。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？严谨有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啊？给我说说呗。我怀疑冯卫星跨年夜当晚是用安眠药迷倒了方妮雅，才有的不在场证明。那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他家有安眠药，我亲眼看到了。这算什么证据啊？所有人家里都可能有安眠药。那如果我说，冯卫星一直暗恋我呢？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他喜欢我，一直把感情深藏在心底，而且他很在乎乐乐的感受，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女朋友。方妮雅在追求他的过程中，我多次给他做工作，但他始终是拒绝的。但为什么在跨年夜当晚，他突然接受了方妮雅的告白，还把她带回了家？这个太不像老冯的风格了。除非他另有目的。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冯卫星非常了解严谨家地下车库的摄像头位置。那天他开车送我回家，车刚进地库就发生了事故。我说要去调监控，但他看都没有看，就说那边没有摄像头。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，那附近确实没有。我确实配合了严谨逃跑，也不该骗你，更不应该在网上给你制造麻烦。但请你相信我，冯卫星真的有问题。这是他们家的新品，你尝尝。小欧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案子的相关情况告诉你，我这也是在保护你。请你相信我一次，我一定还你一个真相。严谨让我给你带些话。他说他在里面挺好的，就有时候想你想的睡不着觉。他说让你等他出来，他要带你去世界上最美的海岛雪山，你们好好的玩一圈。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，怎么怪怪的？
还真的没说过这种话吗？我问你啊，最后2件口名单是不是你放的？别说，你们俩的街头暗号，还真的挺浪漫的。谢谢你。行了，严谨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。不用了，你能帮我传话已经很感激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就没什么让我带给他的话吗？乐乐，你爸坚持住啊！大夫说了，这疼是正常的啊。疼！你体内有新的干细胞在生长，坚持住啊！乐乐，乐乐，你爸坚持啊！乐乐，陈大夫，来，这是刚拿到的检查结果，孩子已经出现了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征，肝功能也表现异常，而且这些情况都在持续的加重。您不是说移植后排异是正常的吗？我们已经用了抗排异药，但症状依然在加重。关键是这么早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排异反应，这说明手术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陈医生，您的意思是，乐乐他没救了？确实很不乐观。陈医生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儿子之前挺好的啊，我觉得你们是太悲观了。您告诉我，乐乐会好的，是吧？陈医生，您告诉我，我知道一个办法，陈医生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儿子，一定要救他呀！我一定会想办法。啊，起来，起来，冯先生。乐乐，你看小欧阿姨给你买了这么多玩具，你说谢谢了吗？谢谢小欧阿姨。累了吧，乐乐？那就早点睡觉吧。啊？爸爸。我想听你给我讲个故事。乐乐，小欧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让爸爸休息一下。乐乐，你看那边的玩具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呀？我最喜欢灰太狼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很聪明勇敢，别人觉得他很坏，其实他特别善良。那小欧阿姨给你讲灰太狼的故事好不好？从前啊，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，住着许多小动物，其中啊，有一只善良的灰太狼。它勤劳勇敢，乐于助人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和小熊3兄弟也是特别好的朋友。大家在森林里过着平静又快乐的生活。但是，突然有一天，森林里来了一只性格暴躁的大老虎。大老虎到处惹祸，
搅得森林鸡犬不宁，还带坏了许多小动物。那灰太狼就和小熊三兄弟合起伙来对抗他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灰太狼悄悄地成为了大老虎的朋友，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，还让小熊兄弟中的老二被大老虎给吃掉了。小熊兄弟和他的朋友们都特别的伤心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灰太狼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取得朋友的原谅，就找了个机会杀死了大老虎，默默地离开了森林。再后来，乐乐觉得灰太狼应该怎么做？如果我是灰太狼，我就会勇敢地回到大森林，跟朋友们认错。爸爸说过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乐乐，你真棒。结局就像你说的那样，灰太狼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得到了朋友的原谅，大家又过回了以前快乐的生活。想什么呢？累，什么都不想想。只因为乐乐吗？还是因为有其他事儿？小欧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冯大哥，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6年了吧。这6年，我们像亲人一样。我吃过最多的饭是你做的，遇到麻烦帮我最多的是你，我心情不好最想倾诉的人还是你。在你心里，我应该也是最懂你的人吧？所以我们之间哪还会有什么误会？我知道这些年你有多努力，多不容易。你为了乐乐，拼尽全力要做一个完美的人，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人？所谓完美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你说的太深奥，根本听不懂。冯大哥，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，善恶必有报。如果你真的希望奇迹发生，希望乐乐以后以你为荣，你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你该做的事儿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
我查了所有冯卫星的1/3的个人网购记录和采购记录，都没有发现刀这一项。他们家附近的商店和杂货店我也都查了，他们对冯卫星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冯卫星这么精心设计陷害严姐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让咱们找到作案工具呢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可能早就销毁证据了。冯卫星把这个案子做得这么干净，咱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查也不是个办法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分尸现场，凶手只要去过，就一定会留下证据。善恶必有报。如果你真的希望奇迹发生，你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你该做的事。喂，到哪儿了，老房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乐乐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。
或者说乐乐很饿，想吃你做的饭，有胃口就是好消息。你赶紧过来吧。我知道了。乐乐今天胃口不错，都吃了半碗了。我做这些饭都被高压过，味道肯定不好吃。爸爸做的，孩子还是最爱吃的。谢护士。乐乐，好样的。别着急啊，慢点喝啊。乐乐今天状态不错，吃了不少东西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你也没接，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，我今天有点累，睡了一觉，手机静音了。我看你这2天闷闷不乐的，是不是严谨那边又有什么消息了？没有，还是老样子。也好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今天下午陈医生说，乐乐的并发症在减轻，老冯高兴坏了，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还喝了一杯。老冯，是不是什么地方惹着你了？那天那句话，我想来想去也觉得不对劲。没关系，小欧，你要是对老冯有什么意见，你就直说，咱们之间没必要遮遮掩掩的。老冯他骗了你。嗨，感情上的事情本来就说不清楚，有的时候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是说，是冯卫星杀了战宇，是他诬陷了严谨。你记糊涂了吧，小欧？老冯跟战宇无冤无仇的，他为什么要杀他呀？他想杀的不是战宇，而是严谨。不可能！跨年夜当晚，我一直都跟他在一起啊。那你怎么确定在你睡着之后他就没有出去过？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冯卫星家我发现的安眠药？你跨年夜第2天昏昏沉沉睡不醒，有可能就是被他下药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怀疑，跨年夜当晚他带你回家，就是为了让你给他做不在场的证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家还没有女士拖鞋，凑合用啊。你平时在看这个吗？
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和老冯好了之后，他真的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那个厕所的灯闪了好几天了，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？啊，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吧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老冯，你上厕所怎么还带包啊？哦，我是刚进家，着急上厕所，来不及了。你呀，如果我不是真的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我是不会这么说的。我知道这对你很残酷，但你必须面对。冯卫星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你，他只是利用你在做掩护。够了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跟你说这些，真的是为了你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你是为了你自己，你是想帮叶静想疯了，才故意往老冯身上泼脏水。你呀，不管你未来是否还把我当朋友，但是作为孩子的母亲，我都希望你能仔细想想，跨年夜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九，你就守着严谨一个人过吧，在你心里就他一个好人。头儿，要不咱们今儿就先到这儿？你看这天都黑了。那你也走。
好，这里是120急救中心。好，来放松放松，跟我做深呼吸，吸气。好，你老公的电话是多少啊？护士，我是7号产房家属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病人早产了，现在正在分娩。怎么会早产呢？预产期不是还有2个月吗？这个原因有很多，现在的问题呢是孩子脐带绕颈1周，如果顺产困难的话，可能会进行剖宫产。那有危险吗？现在正在分娩，你再等等。护士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孩子的脐带血能救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吗？这个如果骨髓配型合适或者有血缘关系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想保留孩子脐带血。哦，没问题，那你先去办理一下手续吧。谢谢你啊，护士。用力啊，快了快了啊！来，咱们深呼吸啊！再来再来。哎，你先别说话，坐下来歇会儿，让我猜一下。你这么晚着急见我，一定是有什么好事儿。是不是分尸现场发现了什么人？快了啊，再加把劲儿啊，深呼吸，哎，对，好，用力，哎，深呼吸，再来再来。坚持住，好，好。7号家属。啊，我是。你是7号家属。是个女孩，5斤，还需要在监护室里住上几天。女孩好，谢谢护士啊。啊，不客气。老婆，辛苦了。哎，你饿了吧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回去给你做。小欧来了。
很疼吧？以后总算有个贴心小苗，多好呀！是啊，要是乐乐知道自己有个妹妹，那不得开心死了。老冯，既然小伙子来了，去看看乐乐吧。小欧一个人行吗？你放心，我能照顾好他。那好，那我晚一点来看你。好好休息，啊，辛苦了。小欧，老冯确实有问题。家里厕所的天花板上藏了好多好多钱。你这个人啊，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比我还急呢。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去复查了分尸现场，还好有你。我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破。如果确认头发就是冯卫星的，那你赶紧抓人啊！小花等我回去呢。啊，那个季小柔说让我跟你带句话。说什么？哎，你赶紧说呀！他跟我说啊，就让你在这儿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多休息，回去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哎，你说这丫头啊，行了行了，你自己跟这儿美吧啊！我走了。一定会有好结果。会的。乐乐，你看，这就是妹妹，好小吧？你刚生下来也这样，特好玩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还没起名字呢。那就叫欢欢吧。欢欢，欢欢乐乐，好啊好啊。爸爸，我有点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爸爸给你买去。我想吃你给我做的打卤面。行，那你先睡一会儿，爸爸回家给你做去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好，等着啊。
头儿，我做了加急，结果出来了，头发是战宇的。喂，我找到冯卫星的分尸工具和战宇的手机，还有大量现金。你现在在哪？我在他家。你在冯卫星家？你一个人吗？所有东西都藏在他们家卫生间的天花板上。你怎么能一个人去呢？东西我已经拿到了，现在送去队里。你要被冯卫星发现了，会有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。 喂，喂，杨成，快，立刻带人去冯卫星家。手机还给我。小欧，你来干什么？ 这些钱哪儿来的？这些钱是这么多年我给乐乐攒的医药费。你私下要做多少事才能给他攒这么多钱？那既然你有钱，为什么还要用方妮雅卖房子的钱？这把刀呢？这是一把用了很久的刀，有感情了，舍不得扔。 那战宇的手机你怎么解释？这不是战宇的手机。在这么重要的物证面前，你为什么还在狡辩？战宇真的是你杀的？你从头到尾都在诬陷严谨！你不能走，把东西留下。今天不管说什么，我都要把东西带走。 小欧，东西不能拿走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拿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如果我出事儿了，乐乐怎么办？你知道这些年我都过的什么样的日子？小欧，我知道我错了，
是我实在不忍心，乐乐在我手里没有救啊！小欧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看在乐乐的份上，还有你丫的份上，小欧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。 冯大哥，我给过你自首的机会，是你自己放弃。当初是我救了你，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你。 我是欠了你一条命，如果你要我随时可以还给你。但严谨没有做错什么，他绝对不能当那个替死鬼。严谨没做错，他没做错谁的错？要不是他要查这个案子，他不揭开这个伤疤能有今天吗？我告诉你，战宇不是我害的，是严谨害的。对，是严谨害死的，我也是他害的，是他害了我。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你想当个好人没有错，但你选错了路。你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。没错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可是你呢？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吗？你不是为了你和你爱的人吗？别拿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教育我。 你今天真不应该来，走吧。你给我！放开！你给我！放开！给我！ 小欧，不要再痛。
小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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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住！快叫救护车！快点！小欧。这里是120急救中心。喂，有人受了重伤。救护车到了，快叫他们上来，快点！梁少，布置警力，天亮之前必须把冯玉兴给我抓住！
你自由了。我就知道你能干。哎，那头发是冯飞行的吧？人逮了吗？看你这样，一宿没睡吧？辛苦了啊！你也算解脱了。走吧。哎呀，这么严肃干什么呀？至于吗？兄弟，这叫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媳妇儿呢？是不是在车里化妆呢？小欧他没来啊？不应该啊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怎么不来啊？季小欧呢？病人由于肝脏严重受损，失血过多导致腹腔感染，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看好他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手里一直紧紧拿着这个。这是在你家卫生间吊顶里发现的，100万连号赃款，战宇的手机，一把带有战宇血迹的刀。说说吧。小欧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有什么脸跟我提季小欧啊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你怎么对他下得了狠手？说说吧。跨年夜当晚，你怎么杀的战宇？那天，我无意听到了黄和燕京的对话。为了掩盖这个秘密，我必须要杀掉他们。我知道燕京不好对付，所以我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。
我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，记录了小区监控的位置。我提前挖好了坑，打算把严谨的尸体藏在那儿，即便被人发现他消失，警方在展开调查后，也可以归咎于小美人和刘伟对他的秘密处死。酒和毒鼠强都是我在库房里拿的，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，跨年夜当晚，我就借机带方念回了家，在柚子茶里放了安眠药。为了不在探头里留下我去过严谨家的证据，我先走盲区，进入安全通道，并将清洁工服藏在了地库垃圾桶里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那晚战宇会突然去找严谨。哥，你在吗？哥，哥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让你今天特别生我的气，你打我，你狠狠打。打你，不都心脏了不少？滚！战宇的出现，的确扰乱了我的计划。稳妥起见，我打算放弃。冯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嘘，我来找严谨。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里面吵架，所以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战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话呀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他，更对不起小豪姐。你这说的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就是个畜生，我连救命恩人都敢出卖。战宇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这人不怕犯错，知错就改就是好人。啊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可不能自暴自弃啊！我没救了冯大哥，我是毒贩，能判死刑的那种。严谨为了救我，拉我做警方的线人，我呢，我却背叛了他，还害他染上了毒品。我早就该死了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严谨是警方的人。
喝完，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。没有人愿意再相信我。陈宇，咱们走，跟我走。陈宇，跟我走。冯大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再帮我去求求严金哥。你是大哥，你说他一定听。我求你了。陈宇，你听我说，严静这个事儿你要保密，我不能跟你去。我要去的话，这件事越来越糟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怎么了？走，跟我走。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艾秀，我要问你。你不是来找严，你不是来找严谨的，你是严谨，人已经死了，我只能按照既定计划，先将人运出去。在我搜身的时候，意外发现战宇的口袋里有严谨的打火机。就是这个打火机，让我立刻萌生了杀人嫁祸的想法。就算严谨家这样的高档小区，保安系统也形同虚设。小区的清洁工运送垃圾时走侧门，门卫根本不会核查对方的身份。
我抓紧时间回了家，调整了钟表的时间，通过网络电视找到跨年晚会，用回放功能把它调到相应的时间播放。你呀，你呀，饿了吧？喝碗粥。我知道仅凭一个打火机是没办法嫁祸给严谨的，我必须进一步给严谨制造作案证据，并想办法把这个案子闹大。第二天，我又回到了埋战羽的地方。为了让警方尽快地找到尸体，并将嫌疑对准严谨，我特意挑选了那袋有严谨打火机的尸块，把它扔到城里的小区垃圾箱里。孙佳玉呢？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杀了他？案发当天，我一直跟踪着邓坤，想伺机把邓坤干掉，好摆脱这趟苦水。我看到严谨被邓坤枪击之后，我当时误认为严谨已经死了。是，我。别开枪。坤哥，是我。永才过来，今天的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小心！正当我离开的时候，孙佳玉醒了。我当时是为了保住我的身份，不得已。当时我右肩伤得很厉害，确实是用左手持枪。这一点，那个老黄没看错。
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要见严谨。局长，审讯我都听了，辛苦。你要见他吗？医生怎么说？还是老样子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。我们在战鱼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些视频，里边有他对小欧说的话，你有看过吗？谢谢。我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，她叫季小欧，居然是季大夫的女儿。这世界可真太小了。她居然没有责怪我上次的不告而别，反而还让我去她店里工作，看上去是真的想帮我。我去不去呢？貌似没有时间再做第二份工作了。最近出了太多事儿，小欧姐的店被砸了，严谨居然也是程瑞敏的人，他早就看穿了。希望我不要死得太早。小欧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但我想好了。等妈妈的病好一些，我就去自首。其实改过自新就是新的开始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希望你跟严谨能早日在一起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小雨，吃饭了。小雨，吃饭了。Let me tell you a lie, I'm not loving you. I miss th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
状态不错。是啊，他都胖一圈了。下回你见到他，必须得告诉他该减肥了。哎，你们俩不陪我喝点酒？喝不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规矩。最近忙什么呢？又来了个案子，隔三差五就往外地跑。这案子复不复杂？哎，哥们儿帮你参谋参谋。得了吧你啊，老实待着吧。又不怕给自己惹事儿了是吗？你要是这么跟我见外，从今往后你俩过来喝咖啡啊，必须得交钱，双倍。你那咖啡啊，要真冲的跟小欧冲的一样好喝，2倍我也认了。你就是嫉妒我是似水流年的老板。得了吧你啊！当年要是没有我让位，能有你今天吗？这叫命中注定，不服不行。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呢？啊！小欧他一定想不到，有朝一日，咱们3个能一起坐在这儿。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客人了，咱哥仨这天聊的气氛又这么好，你给唱首歌呗？你决定啊？哎呀，小欧说过，我唱歌要命。没事啊，我们俩就命硬啊！唱，你就唱小欧最喜欢那首歌，来吧，快点！来一个吧，整的还不好意思。